咁話說，尋日瞓得好差，然後起身好想食嘢，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睡眠點樣影響減脂呢一個話題。咁我相信大家應該有試過，當你有一日瞓得好差或者瞓得好少嘅時候，你第二日咧會勁想食甜嘢、炸嘢，甚至乎你基本上係會放鬆晒，完全唔理你嘅飲食，係咁食嘢。而呢一個就正正係減脂好多人遇到嘅困難。因為當你睡眠不足嘅時候，我哋身體有好多機制去令到我哋好想食嘢。咁所以今日會分享下點解我哋睡眠不足會導致我哋個食慾增加，同埋分享一下有啲乜嘢方法可以改善睡眠質素。而所有嘅證據唔單止係我個人經驗，基本上我勁多學生都係透過改善睡眠而獲得一個好好嘅減脂效果，而且係有大量嘅研究支持睡眠同減脂係有極大嘅關聯性嘅。第一步我哋要了解就係點解當我哋瞓得少嘅時候，我哋會好想食嘢，咁係關乎我哋嘅荷爾蒙嘅。我相信有少部分嘅大家有聽過兩隻荷爾蒙，一個叫瘦素，一個叫飢餓素。咁簡單咁講呢，瘦素就係令到你食少啲嘢，令到你飽啲；飢餓素呢就令到你肚餓，令到你食多啲嘢。而當我哋睡眠不足嘅時候呢，呢兩者呢係會有咩關係呢？我哋個瘦素呢係會下降，飢餓素係會上升。咁就會令到你好想食嘢啦，令到你點食都係覺得唔夠飽，因為飽腹感呢，除咗係我哋一個食物去到我哋個胃度撐大我哋個胃，有一啲 mechanical 嘅 signal send 咗去我哋嘅身體啦，好多時候係靠荷爾蒙去調節嘅。咁所以如果大家有聽過減肥針，其實佢係一個 GLP-1 嘅藥物，佢都係類似一個腸激素去令到我哋增加飽腹感。咁所以飽腹感呢一個感覺呢，係好多荷爾蒙去調節嘅。而當你瞓唔夠嘅時候，你嘅瘦素同飢餓素就會令到你食更加多嘅嘢。所以當你瞓唔夠嘅時候，你會發覺你嘅意志力係特別差。其實唔係關你個人嘅意志力問題，而係你嘅身體係咁 push 你去食嘢，而呢一個時候係最容易失控嘅。除咗呢兩個激素啦，咁我哋身體有啲唔同嘅 system 嘅，咁其中一個叫做內源性大麻素系統。咁呢個系統咧係幫我哋身體調節好多唔同嘅機能嘅，好多心理同埋生理嘅機制咧都係受呢一個系統所影響嘅。咁例如我哋嘅食慾、我哋嘅睡眠、我哋嘅疼痛感等等，都係受呢一個大麻素系統影響嘅。而當我哋睡眠不足嘅時候，呢個內源性大麻素系統咧就會 activate 咗，就會激活咗。而呢一個時候，佢會激活我哋一個食物獎賞機制，會令到我哋好想食啲肥嘅嘢，好想食一啲高卡路里嘅嘢。所以點解瞓唔好嘅日子，你好少會想食沙律、雞肉、一啲 clean 嘅肉類，反而你會食薯片、炸雞、麥當勞、KFC 一啲好肥嘅嘢。咁呢個都唔係關你意志力問題，而係關你前一日瞓得唔好嘅事。咁所以好多時候，當你去諗住用你嘅意志力去抵抗夜瞓帶嚟嘅後果呢，往往都係失敗。咁除咗呢兩個身體嘅生理機制啦，我哋有一個好簡單嘅 concept， 就係你醒嘅時間越耐，你食嘢嘅時間都係越耐。咩意思呢？你諗一諗，一個人瞓覺嘅時候，佢食唔到嘢㗎嘛。咁如果我瞓8個鐘嘅時候，我有8個鐘係食唔到嘢嘅。咁如果我瞓5個鐘，咁係咪多咗3個鐘嘅時間係清醒啊？而清醒嘅時候，我哋人類呢，一係就揾嘢做，一係就揾嘢食。咁我哋喺一個咁清醒嘅狀態，又受嗰兩個機制影響，咁自然食嘢嘅時間多咗，進食嘅窗口又長咗咯噃。咁所以點解瞓得少係一個咁大嘅影響呢？而且瞓得少仲會令到我哋嘅代謝下降，因為我哋嘅代謝係有幾個部分組成嘅。第一個係我哋基礎代謝，咁一個研究就發現呢，當你瞓得少咧，係會降低我哋大約5% 嘅基礎代謝啦。咁你越長期瞓得少咧，你嘅代謝下降得越快嘅。咁而且啦，你會諗代謝仲有3個部分組成嘅喎，其中2個部分咧係關活動量事嘅，即係你有幾想行路啊，有幾想做運動啊。但係你諗一諗，你瞓得唔好嘅時候，我相信大家都經歷過，會好容易有情緒或者係好攰嘅。你一攰嘅時候，仲邊有力氣做運動啊？當你冇力做運動嘅時候，你嘅能量消耗又下降咯喎。咁所以點解個代謝會受到好大嘅影響？就係因為你瞓得唔夠嘅時候，你都冇力做運動。咁所以當你瞓得唔好嘅時候，嘢又食多咗，活動量又少咗，咁你想唔肥都難啦。仲有一點都好緊要嘅，就係胰島素敏感度。因為呢一個 term 即係好多人都會好擔心啦，即係覺得當你食得太多碳水啊，或者你見到糖尿病嘅人士個胰島素敏感度係會極低嘅。研究上嚟講，當你瞓得少咧，佢會影響你個胰島素敏感度，即係
你想降低身體血糖嘅能力會下降，咁所以你身體就不停產生更加多嘅胰島素，咁有機會導致胰島素阻抗等等呢啲咁嘅症狀。再嚴重啲嘅糖尿病就係咁樣嚟嘅。而胰島素敏感度下降嘅最大影響就係本身嗰堆血糖咧可以透過胰島素帶去肝臟、帶去肌肉度作為能量消耗，但係當個胰島素發揮唔到作用嘅時候，咁多餘嘅血糖就會快啲轉化成為脂肪，因為太多嘅糖喺呢個血咧係有害嘅，咁所以除咗肌肉同埋肝臟佢冇地方可以去嘅時候，就去脂肪，因為脂肪可以儲無限咁多個糖。如果你話唔係啊，我瞓得少，但係我都有瘦到啊，我個體重有下降到啊，咁我會同你講個壞嘅消息就係你所減嘅體重咧，原先可能50% 脂肪、50% 肌肉，因為你瞓得少，容易變成30% 脂肪、70% 肌肉。因為當你瞓得少嘅時候，我哋人體係會想消耗肌肉多過消耗脂肪，呢個係研究數字所顯示出嚟嘅。咁所以就算你成功執行你嘅飲食，成功做運動，但係咧，當你瞓得少嘅時候，個效果係會事倍功半，因為你身體係會 prefer 燒肌肉多過燒脂肪。而我哋減重目的唔係想減個數字，係希望減少身體嘅脂肪。咁所以點解個睡眠對於你嚟講係咁重要呢？可能你會話：喂，Stephen，我夠知啦，我夠知瞓覺好緊要啦，但係瞓得唔好啊嘛，即係我點樣想早瞓都瞓唔好，然後或者我想瞓覺前玩手機啊嘛，咁我返工咁攰，咁我就盡量分享下幾個 tips 俾大家，去令到大家瞓覺嘅質素會好啲。第一點要做嘅係固定起身嘅時間，而唔係早啲瞓。呢個可能同大家嘅諗法有少少矛盾嘅，因為點解我唔會叫你早啲瞓先呢？好多時候當你本身2點瞓嘅，我突然叫你11點鐘瞓呢，你係瞓唔到嘅，因為佢同我哋人體嘅生理時鐘有關。如果我哋係慣咗呢個時間瞓覺，我哋係要透過早起身、固定時間起身去調節生理時鐘，先至可以令到我哋早瞓到嘅。所以如果你永遠都係夜瞓，然後你起身嘅時間係隨住你瞓覺嘅時間去計數呢，即係可能我12點瞓，我就計8點起身；我2點瞓，我就計10點起身。如果你冇一個固定嘅起身時間，你嘅身體嘅生理時鐘咧係會受影響嘅。咁因為我哋瞓覺係會受2個荷爾蒙影響啦，咁仲有其他嘅，咁但係主要係受一個叫做 cortisol， 一個係 melatonin， 即係褪黑激素。咁所以當你起身嘅時候，你就可以 reset 佢哋。而當你可以成功調節到呢2個荷爾蒙嘅時候，你夜晚就會自然有睡意，而唔係你夾硬逼自己去瞓覺。因為你自己逼自己瞓覺咧，係完全好難做到嘅事。咁第二點咧就係朝早盡快去曬太陽。因為呢個就係連接到頭先我所講嗰2個荷爾蒙 cortisol 同埋 melatonin。因為當我哋喺朝早瞓醒嘅時候，我哋身體皮質醇咧係會相對比較高嘅。而當你接觸陽光之後，你可以激活呢一個皮質醇，而皮質醇係可以幫助你清醒，提高你嘅警覺性，令到你個人更加醒嘅，令到你越早時間清醒，令到你夜晚更加容易攰。因為佢可以令到一個 rhythm， 即係一個節奏嚟嘅。當你朝早越精神，夜晚就會越攰。咁所以當你越早接觸陽光嘅時候，你夜晚就會瞓得越好。咁所以當你瞓醒，可能盡量刷完牙，就算你今日冇嘢做，唔使出門口都好，你可以落樓下曬10分鐘、15分鐘，然後就可以翻屋企，咁就可以確保你朝早得到足夠嘅陽光，你夜晚就瞓得好啲啦。咁除咗朝早要接觸陽光多啲，我哋夜晚調翻轉，盡量接觸少光線，無論係燈嘅光、手機嘅光、電腦嘅光。當你一路接觸光線嘅時候，你身體個褪黑激素咧就會以為依家仲係日頭。本身佢想分泌多啲嘅時候，但係因為佢以為喺日頭，佢就唔分泌咁多。而褪黑激素去令到我哋有睡意嘅一個荷爾蒙嚟，所以盡量去到夜晚瞓覺前半個鐘、1個鐘，甚至乎個半鐘，盡量少接觸電子器材，而且將個房嘅燈光較暗啲。通常我咧瞓覺前咧就會閂咗白燈，開黃燈嘅，然後就盡量將個燈減少得越多越好，而且就盡量唔望手機，淨係睇書。所以緊記就係朝早早啲接觸陽光，夜晚接觸少啲燈光。最近咧有個自己 hit 嘅叫做報復性睡眠拖延症，就係因為我哋日常工作太攰、太大壓力，我哋希望夜晚瞓覺前可以有一啲自己嘅時間，即係 me time 去玩手機。而呢一個就會令到好多人係一個惡性循環，就係明明已經唔夠精神啦，但係因為返工壓力太大就要玩手機，因為想透過一啲 dopamine 一啲多巴胺釋放去令到自己開心啲。但係第二日瞓得唔好，你又會怪自己點解唔早啲瞓，跟住你身體食得多咗嘢又肥咗，咁就令到壓力更加大。跟住第二日因為壓力大，又想瞓覺前玩手機去釋放啲壓力，
咁呢一個係好值得探討嘅，就係點樣可以喺呢一個惡性循環入邊解放出嚟呢？咁我認為最緊要就係要去做一個思想上嘅訓練，要去同自己講乜嘢係對你比較緊要。因為每個人咧對於個重要性係唔同嘅，有啲人係會覺得我享受呢一刻嘅快樂，有啲人係會想要一個長遠嘅快樂。咁呢個係取決於每一個人佢嘅人生意義、佢嘅生活目標，冇對與錯之分。但係如果你想改變你依家呢一個狀態嘅時候，你一定要去諗點樣可以改變你呢一刻嘅惡習。咁如果你嘅惡習係夜瞓嘅，咁就改變佢。如果你滿足呢一個狀態嘅 ，that's OK。你嘅生活模式，你嘅 life， 大家可以有興趣可以了解多啲呢一個報復性延遲拖延症，係一個幾有趣嘅 topic 嚟嘅。仲有一點都幾緊要嘅，就係限制咖啡因嘅攝取時間。因為咧咖啡因係一個好好嘅提神工具，因為佢可以將我哋其中一個物質叫 adenosine 去阻止佢黐去我哋身體嘅 receptor 度。adenosine 咧基本上你可以當係一個累積嘅物質，會令到我哋好攰嘅。即係我哋一瞓醒嘅時候咧，我哋個 adenosine 就會累積，而累積到一個程度嘅時候就會好想瞓覺。而當我哋個 adenosine 因為咖啡因而 block 咗黐唔到我哋個腦嘅時候咧，咁我哋就會冇呢個睡意嘅感覺。咁所以你會發現飲咖啡會好精神，因為佢 block 咗令你攰嘅物質，但係個物質係 keep 住累積，喺側邊等你個咖啡因走咗之後，會黐翻去你嘅身體度，令到你突然之間會超攰。所以飲咖啡好多時候你會發現呢刻好精神，但係咧過咗一個時間就會極攰，係超攰嘅，就係因為嗰堆 adenosine 黐翻去你身體嘅 receptor 度。咁呢一個就係咖啡因嘅機制啦。咁所以如果你想你有一個正常嘅瞓覺時間咧，你要俾 adenosine 去黐翻住你身體嘅 receptor， 而咖啡因要用幾耐時間去移除喺你身體入邊咧？大約個 half life 即係半衰期係6至8個鐘，取決於每一個人嘅身體情況啦。當然，咁所以研究發現，當你瞓覺前6個鐘飲咗咖啡嘅，你嘅睡眠都會受到干擾。咁所以如果大家大約12點瞓覺嘅，預多啲時間俾自己，預多啲時間俾身體去排走咖啡因。咁大約我會建議2點至3點後就唔好飲咖啡。但我自己咧就基本上1點後我都唔飲嘅，因為我發現我身體對於排走咖啡因嘅能力比較差。如果我1點後都飲咖啡嘅時候咧，我會比較容易失眠嘅。所以咖啡唔需要你戒晒，但係個攝取時間就要留意下啦。咁除咗呢一個咖啡咧，仲有一個 point 都想同大家講下嘅，就係你要俾身體準備瞓覺。咁講完咖啡啦，有一個都想同大家分享下嘅，就係我哋要提早準備俾我哋身體去休息。咁呢個係有關於我哋身體一個神經系統嘅，叫做交感神經同埋副交感神經。咁交感神經咧就係 for 我哋叫 fight or flight， 即係咧一啲緊張嘅時候就會激活咗嘅。例如我哋做嘢好緊張嘅時候，咁我哋就會激活咗啦。咁佢就會抑壓一啲相對於打交、對於做嘢冇咁有用嘅器官，例如我哋個消化會慢咗啦，例如我哋個人咧會唔想瞓覺嘅。咁而副交感神經調翻轉就係去做一啲 relax 嘅動作。咁例如係食完飯之後幫助我哋消化，例如幫助我哋去休息，令到我哋個人放鬆啲嘅。咁所以如果你瞓覺前都仲係做嘢，仲係好緊張嘅狀態，突然之間由交感神經轉去副交感神經，呢個時間太短嘅時候係轉唔到嘅。所以你要預留最少1個鐘嘅時間俾自己進入睡眠模式。咁呢1個鐘可以做啲乜呢？你可以睇書，可以寫日記，可以拉筋，可以做冥想，可以同寵物玩。但係就千祈唔好去做嘢。而呢一點咧都係我講嚟提自己嘅，因為我自己喺瞓覺前都會傾向做嘢，好多時候係做到唔肯停嘅。咁所以呢一點都係我自己學習緊嘅。同埋咧一定要緊記，手機唔好擺床邊，千祈唔好擺床邊，因為你可能會收到好多 notification， 可能有人打俾你，然後可能你會想瞓覺前撳下手機。我自己咧會將我手機咧叉電擺得好遠嘅，可能擺喺間房嘅角落頭。點解呢？第一就係除咗我夜晚瞓覺唔可以掂到手機之外，就係逼我朝早起身嘅時候，我一定要企起身去熄咗部手機佢。一個鬧鐘如果你擺喺身邊嘅時候，你好容易會咁 snooze， 即係嗰個延遲起身嗰個 button 啦，令到你可以瞓耐啲嘅。咁但係呢，當你將個手機擺得遠少少嘅時候，你一定要令到自己行起身，行去手機度撳熄個鬧鐘。咁呢個時候你都起咗身啦，你都會相對少個動機去再瞓翻覺。咁所以點解我會將個手機遠離我張床，盡量擺幾遠得幾遠，令到我聽到鬧鐘同時可以起身去撳到佢。所以一個成功嘅減脂從來都唔係食少啲、喐多啲咁簡單，
你要管理埋你嘅睡眠，先至可以幫你呢個身體嘅系統去一個最佳嘅狀態去迎接第二日嘅飲食同埋運動。咁所以希望今集可以幫到大家去解決到睡眠呢一個問題，而且希望啲 tips 都可以令到你有一個好啲嘅睡眠質素。而且瞓覺瞓得好咧，對於減內臟脂肪都係特別有效嘅。咁如果大家想知道多啲關於點樣減內臟脂肪咧，我有條片講過嘅，咁大家可以 click 呢度去睇一條片啦。咁我哋就下集再見啦，拜拜。